新闻，北燕市中心突发多起爆炸袭击事件。据前线记者传回的最新消息，这是反派潘洛斯对叶子墨的又一次挑衅。而我们执掌新组叶子墨依旧没能及时阻止危险的上演。这究竟是正义与邪恶的对抗，还是纯粹的私人恩怨？我们不得而知。你终于来了，叶子墨。潘洛斯，这次一定要将你绳之以法。他们说的没错，这就是私人恩怨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是你，凌晨？叶子墨，我要你死！这一切该结束了。